點解蒙面男前一秒咧仲變出黃金送俾人，但下一秒就將成班人吞落肚呢？蒙面男一開始只係靜靜咁樣企喺橋邊，冇人理，冇人望，好似全世界都當佢係透明咁。佢咧冇咩諗法㗎，只係覺得好孤單，想揾一個地方可以容納自己。直到佢入咗浴場之後，先發現原來只要變出黃金，大家咧就會圍埋嚟燒豬去奉承佢，對佢好，為咗可以被重視、被需要。於是咧佢用盡力去取悅人哋，滿足所有人，一步步咁樣透支自己。直到有一刻氣氛一轉，佢開始將人群吞落肚。點解會咁樣呢？表面上係佢食人，但其實係呢個浴場入邊嘅聲音、慾望同埋價值觀，一啖一啖蠶食原本嘅佢，將佢變成一隻又脹又醜嘅怪物。蒙面男代表嘅係一種好熟悉嘅人生，太怕孤單，所以選擇按照人哋嘅期望去改變自己，去換取存在感同埋認同感。你又有冇試過為咗留喺一個圈子、一段關係入邊，慢慢將自己活成連你都討厭嘅人？